来关心这彰化圣诞的国小三姐弟，今年4月伫咧彰化新港过车路时阵，互一台修路车撞到。经过几个月抢救，这大姊伫9月往去，也那小妹呢是伫咧昨过往。意外发生了后，也改善附近27大路口。不过当地居民也烦恼讲，新设的人行道将有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。 今年2月，彰化新港发生3姐弟弄红灯过车路，互无驾照驶车姓肖的驾驶撞到，2姊妹伤势严重。10岁阿姊顶个月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，9岁小妹分别指数3，一直有肺炎感染的情形，需要靠呼吸器维持性命。经过251天的抢救，伫1礼拜2过身。我之前也去看啦，佮讲身躯已经袂震动啊，长期才袂震动，我就感觉怪怪啊。做小天使。系啊，无带病安尼咧艰苦嘛，毋是办法啦。这顶下就过往去啊，妹妹昨年就听到这个消息，嘛过往去啊，听到做唔甘的啦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啦，他也解脱了啦。 发生车祸的所在，就伫彰化新港的建国路甲美港公路口，过路人的斑马线，即阵已经改做自行的过路线。中央分隔岛要设庇护岛，确保过路人的安全。也若弄到人姓肖的这位驾驶，检方也以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。检察官获报后，立即前往相验，并进行查证。萧姓被告前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为涉犯刑法276条，过失致人于死，罪嫌重大。 已预支以新台币5万元交保。中华地检署表示，这个案件已经送交通事故鉴定处理，要来厘清双方的责任。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彰化分会也已经启动法律服务，替家属找律师维护被害人甲家属的权益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